你必須先改變自己，讓自己變自信、變強大，才能改變別人。井號昴宿星人，井號仙女星人，井號大角星人，井號天狼星人，歡迎你來到這裏。我愛你，我永遠是你最堅強的後盾，我永遠對你不離不棄。你其實是全宇宙的寵兒，你的身體、你的思想、你的靈魂本身就是一場奇蹟。光是你在看這篇文章，就代表全宇宙的好事正在像雪崩一樣飛向你。寫文章緣起，最近我的靈感真的又爆棚了。天狼星人在昨天傳輸了超多重點信息給我，我也不寫什麼外星人給我賜福招財招桃花或者對話形式的東西了。這些重點我直接寫下來，大家看就好。記住，真的能觸動到你的文章，必定蘊含了極大的正能量。以下是今天第一篇文章。正文：為何我無法改變別人？要怎樣才能改變別人？這個主題我之前已經講過非常多次了，但我發現還是有人不懂。因為我最近占卜過了很多人，很多人都有同一個問題，或者直接是放棄解決這個問題。這個問題就是如何改變別人？為什麼他不聽我的話？這個問題的答案非常簡單。如果是好看過我很多次文章的觀眾，就應該知道了，那就是你必須先改變你自己，別人才會對你改變。舉幾個例子：一、路上隨便一個路人甲叫你改正你的工作模式，你當然不會聽他，只會覺得這個人是不是神經病。但是你的老闆、主管叫你改，你也只能改，很少有人敢反抗。二、你媽你爸在小時候叫你不要做某件事，你會乖乖聽的幾率很高。但是你長大後可以自己獨立工作了，賺錢了，你媽你爸再叫你不要做某件事，你不聽的幾率就變高了。同理，找我占卜的人，基本不是愛情就是金錢。以愛情來說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男友、自己的老公、自己的曖昧對象為自己改變，但最重要的是你要先改變你自己，而且是往好的方向改變自己，提升自己，讓自己更強大、更有本事、更自信霸氣。你的男人看到你變厲害了、變牛逼了、變調了，他自然會服你，也自然會為你改變。以金錢來說，如果你想賺錢，你想快速變有錢，你就應該提升自己的才華、情商、勤奮和能量。你賺不到錢，肯定是以上其中一項沒做好。你想想，若果一個人又有才華，又會講話討好，又很努力，又充滿正能量，那你的老闆、主管、同事、客戶當然會愛死你，你也必定會有錢，懂嗎？你必須先改變你自己，讓自己變強變自信，別人才會對你改變。通靈傳輸結束，屠龍解說震撼人心。YouTube 屠龍術